5月12日下晝3點，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於婦聯大廈2樓禮堂舉行慶祝成立75週年系列活動發佈會。婦聯總會會長劉金玲、理事長袁小玲等負責人出席，並公佈涵蓋文化、教育、親子、國際交流等領域嘅全年慶祝活動計劃。喺75年嚟咧，婦聯咧緊貼時代嘅步伐發展至今，現在咧有會員超過58,000之多人嘅，屬下有27個直屬嘅機構，20多個社團會員同埋牽頭成立嘅團體。我哋服務嘅設施係遍佈全澳門同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，開展包括嘅托兒啦、教育、維權、家庭、培訓、健康、輔助弱勢等一系列多元化嘅社會服務。今年咧，聯合國第4次世界婦女大會咧就會喺北京咧召開30週年。習近平主席咧其實都親自倡議咗，中國將會再一次舉辦全球婦女峰會，為我哋婦女事業咧注入一個新嘅動力。為咗隆重其事咧，婦聯總會其實我哋都會喺5月21號，即係會慶當日咧，我哋就會有3個大嘅活動咧去舉行嘅。朝頭早咧，我哋就會舉辦一個專題嘅論壇啦。我會邀請到唔同嘅國家或者唔同領域一啲代表分享，一齊去探討咧北京宣言同埋行動綱要30年嘅一啲落實嘅情況，亦希望將我哋嘅承諾咧係化為我哋一個行動，亦將我哋呢個遠景咧化為一個現實，為咗促進男女平等啦、婦女事嘅發展咧，係在乎一個新嘅新聞嘅。系列活動仲包括即將舉辦6月康體知識競賽，以及9月愛國愛澳嘉年華等。此外，婦聯將推出唔同領域嘅活動，持續深化社會服務。更多活動資訊將會喺婦聯各宣傳平台上陸續公佈。